如果有一日死唔再係人生嘅終結，而只係一次臨時嘅休眠，俾你揀，沉睡50年、100年，又或者等待科技革命再復活，睇下未來世界係點？冷凍人技術將科幻故事化為現實，唔再只係響電影出現。呢種神秘醫學唔單止係留低咗永生嘅希望，仲挑戰緊全世界對死亡、靈魂同埋身份嘅認知。究竟冰封時光可以突破人類嘅宿命，定只係現代版嘅長生幻想？你又知唔知道現今已經有幾百個人踏上咗呢個永生之路呢？今集就等我無名帶你揭開冷凍人背後最驚人、最離奇，亦都最受爭議嘅故事。準備好一齊踏入復活之旅，探視人類想象嘅極限啦！冷凍人即係死咗之後，用現代科技幫一個人全身或者淨係個腦急凍到零下196度，等到將來醫學進步或者有奇蹟出現，可以解凍再甦醒翻。呢個聽落咁戲劇性同埋咁創新嘅概念，原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嘅美國。人體冷凍技術呢幾年得到咗唔少富豪、科學家同埋部分未肯認命嘅現代人青睞。最早將呢個概念宣揚開去嘅係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艾丁格。佢斷言，即使今日醫學救唔到我，但只要我個身體完整，而未來科學再進步，總有一日會有人成功嘅救翻我。呢種信念促成咗全球第一批冷凍人機構成立，例如美國 ALCA 生命延續基金、美國人體冷凍研究所 Cryonics Institute、俄羅斯 Cureus、中國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等等。咁實際運作係點嘅呢？一個人臨危重症，家人預先嘅同機構簽署咗準備冷凍身體，一旦法律定義上宣布死亡，專業救援人員就會即刻出動，最快時間送去冷凍設施。過程首先將全身快速嘅降溫，防止細胞進一步嘅壞死，再以特製嘅防凍劑，例如二甲基亞碸等等，代替大部分嘅體液，同時防止冰晶刺破咗細胞嘅結構。初步冷卻會喺攝氏零下125度進行，然後慢慢嘅轉入零下196度嘅液氮缸入面，理論上可以保存幾百年以上都唔會腐化。人體冷凍技術選擇喺攝氏零下125度初步冷卻，因為呢個溫度開始令到細胞裏面嘅水分轉為玻璃態，即係無結晶嘅固態，避免冰晶形成刺破咗細胞。而零下196度係液態氮嘅溫度，可以令到生物化學反應近乎完全嘅停止，確保細胞長期凍存都唔會退化。透過先慢慢降到-125度，再轉到-196度，可以減少細胞損傷，令到冷凍人體嘅保存更加安全同埋持久，增加未來可以復活嘅可能性。講到價錢，全身冷凍嘅收費由大約20萬美金到50萬美金不等。如果只係冷凍個腦呢，就相對平啲，一般係收8萬至到10萬美金。德國 Tomorrow.Bio、俄羅斯 Cryonics 等等新公司仲推出減價，希望吸引更多中產嘅階級客戶。依家全球冷凍人數累計超過500至到700人，而機構會員嘅數目全球就已經有幾千啦。呢啲人基本上都係志願者，多數希望死後有第二次生命嘅機會。現時美國、俄羅斯最大型設備都係地底深處巨型嘅液氮倉，保障溫度持續穩定。而新興公司就開始設有移動嘅冷存救護車，確保臨終者第一時間處理到，唔會因為交通或者溫度波動而錯過咗時機。最新發展方面，歐洲生物停滯基金會正測試玻璃化新技術，大幅減低細胞損傷同埋冰晶問題。瑞士、德國等國更加強法規同埋技術監管，加速完整遺體同埋動物實驗嘅認證，希望有朝一日正式帶領第一個凍存嘅人類復甦成功。人體冷凍技術流行之前，科研人員幾十年嚟都一直喺動物身上反覆嘅測試。最早而且成功率最高嘅冷凍保存案例係各種動物生殖細胞同埋器官嘅保存，例如冷凍精子、卵子、胚胎，甚至動物皮膚、骨髓、眼角膜，
全部都可以經過長期冷凍解凍之後再用返。真正全新活體動物冷凍復甦嘅例子，最多都係小型嘅生物，例如線蟲、疾形鱗蟲呢啲簡單生物，只要冷凍至合適嘅溫度，經過處理之後，真係可以解凍，之後再返去正常嘅生命活動，非常之驚人。而大型動物方面，曾經有猩猩同埋猴子進行咗深低溫假死，之後心跳重新嘅啟動，再生存返一段時間，但係細胞受損、腦部缺氧嘅情況亦都好難完全嘅避免。2024年，中國復旦大學團隊突破性嘅咁成功冷凍18個月嘅人腦組織，解凍之後仲可以觀察到神經結構同埋細胞功能維持得幾完整，令到全球一度嘅震撼。研究重點係玻璃化固定技術，利用混合物好似甲基纖維素、乙二醇、DMSO 等等保護神經組織，減少細胞壞死，仲達到咗國際頂尖學會公認嘅標準。伯明翰大學腦神經學者麥哲倫教授評價話：呢一樣嘢係未來凍存業最大嘅突破。意思即係只要將來醫學可以修復或者更換損壞嘅細胞，冷凍復活個人甚至係航天員都唔再係夢啦。其他成功類比個案包括狗、豬、猴子，曾經被冷卻到臨界低溫進行假死搶救，解凍之後可望喚醒心臟等等器官，但係持續生存嘅機會就極低。加拿大曾經有名女嬰意外嘅急凍假死，解凍之後仍然生還，傳媒嘅大幅嘅報導，但係情況同冷凍人計劃唔同，達唔到科技完全嘅可控。而家點解動物有機會復甦，但係人類就好難呢？因為人類嘅腦同器官細胞複雜，含水量高，冰晶刺破細胞嘅機會率係極高。冷凍技術仍然未能夠解決大範圍神經修復、器官再生等等問題，所以至今冇一個冷凍人係成功走出佢嘅睡夢，仍然係等待緊醫療奇蹟嘅發生。1967年1月12日，成為全球第一個冷凍人嘅出現，佢係詹姆斯·貝德福德。1893年出世嘅佢係美國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當年佢診斷腎癌晚期，後嚟轉移到肺部，醫生話冇得救啦。佢毅然決定死後要實踐人體冷凍計劃，成為歷史第一位用全身冷凍技術保存嘅人。貝德福德73歲因病去世，斷氣之後幾個鐘，當時美國人體冷凍協會 CSC 團隊按照原定計劃，將佢嘅身體抽血，注射大量冷凍防護劑 DMSO， 再用繃帶包裹全身，加速降溫，最後放入液氮缸入面，維持狀態超過咗50年，現時仲保存喺 Alcor 生命延續基金嘅地下倉庫。最初貝德福德同埋家人係希望2025年之前，即係100年餘壽之後可以解凍醒返。但係隨住冷凍保護劑造成細胞損傷程度逐步嘅揭露，加上現時全球完全冇冷凍復生嘅完整醫學記錄，因此冷凍人機構暫未有計劃去解凍任何一位嘅受試者。當年貝德福德喺佢嘅遺囑上面留低咗10萬美金用作人體冷凍研究，但係其實佢太太同埋後代所使用嘅錢遠遠超過呢10萬蚊啊！其他親屬亦都對呢個燒錢嘅做法提出爭議。人體冷凍領域嘅人士將佢冷凍保存嘅週年紀念日稱為貝德福德日。貝德福德個案之後，陸續有幾十至到幾百人自願嘅接受冷凍保存，包括跨國富豪、病危兒童，甚至寵物。雖然人人對未來都有唔同嘅幻想，但係實際喚醒冷凍人嘅醫學路仍然都好遙遠啊！特別有趣嘅係，現時國際之間出現唔同冷凍人嘅等待名單。根據協會記錄，美國同埋俄羅斯最熱衷，近年中國等等亞洲國家亦都開始加入，證明呢種後世求生希望唔單止係科幻，對某啲人嚟講仲係一個人生嘅選擇。響生物學層面，人體細胞好易因為冷卻以及溶解嘅過程失去咗活性。最大困難係人體內部每個細胞都有水分，溫度下降會形成無數細微嘅冰晶，直接插爆咗細胞膜。即使用玻璃化劑減少冰晶，都極難實現全身組織係零損壞。
另外，全身多個器官協調性同埋腦神經網絡太過複雜，技術上目前無法保證冷凍同埋解凍點樣可以維持原本一個人嘅記憶同埋意識。就算器官、胚胎、卵子、精子等等已經可以冷凍多年之後成功應用，但係要一個大型、活體、高度複雜嘅生物好似人咁樣完整復活，機會真係非常非常低啊！動物實驗呢就話俾我哋知，超過90% 嘅腦細胞出現壞死，而組織崩裂損傷亦都難以修補。倫理層面，冷凍人技術涉及多重嘅社會難題，例如有錢人先可享用嘅科技有冇可能造成生命階層嘅不公平呢？最早期美國、俄羅斯發展，以至近日中國、歐洲，冷凍人受眾多數都係富裕階層或者頂級科學家。坊間質疑冷凍人會成為有錢人自保嘅手段。同時，人體冷凍引發咗安樂死、身體自主、法律身份、遺產繼承等等嘅爭議。解凍之後，一個人仲係咪原本嗰個人嚟呢？計劃受限於當地法律，例如中國只係限於科研用途，美國就有州份立法監管，仲有好多灰色嘅地帶。倫理學家強調，生命自主權同埋死後復甦應該受到公眾嘅監察，唔可以私企自行嘅決定。此外，科學界有批評指有機構只係收巨額費用，但係其實係賣緊虛假嘅希望。部分國家專家直言，現階段冷凍人體無論喺理論定係操作，都未有科學根據可以證明最後可以醒返，反而有機會利用臨終者對生命嘅不捨而去斂財，值得大家去警惕啊！究竟冷凍人能唔能夠俾人第二次生命嘅機會，甚至係徹底顛覆自然嘅規律呢？一方面，全球好多嘅科學家、科幻作家、哲學家都將冷凍技術視為挑戰死亡同埋成為現代永生神話嘅方法。但係即使有人願意投身其中，成為冷凍人，現時社會主流嘅意見仍然認為冷凍復活未達到可行嘅水平，有極高嘅風險啊！2020年代，嚟自美國史丹福醫學中心、英國牛津大學等等嘅學者都警告，冷凍過程帶嚟細胞壞死係無法逆轉嘅，理論驗證同埋實例太少，唔應該亦都唔能夠對公眾承諾永生。有老科學家就持正面嘅態度，認為冷凍技術如果同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修復等等尖端嘅發展結合，100年之內可能真係會有奇蹟發生。不過，國際低溫生物學學會人體倫理委員會就同時發聲，佢哋話科技發展要三思，冷凍復活就好似複製人倫理難題，會衝擊社會嘅價值觀、家族結構同埋個體人生嘅意義。極端支持者就以太空冬眠、時光旅行等等嘅意象去描繪未來，甚至諗住用冷凍人嘅形式去進行深空探索。一批人感到終於有機會尋找到死亡之外嘅出路，要控制自己最後嘅命運。但係有另一批嘅人就會反問：人類追求不死，最終係咪逃避咗人生嘅本質呢？科技唔等於幸福，可唔可以面對生命有限呢？呢啲爭論正正係反映冷凍人已經唔單止係醫學嘅問題，而係全人類都要深思嘅未來課題。相信隨住新一代生物科技、腦機界面、基因醫療急速進步，未來10至20年依然會有人不斷嘅投入冷凍人計劃。至於人類最後可唔可以徹底嘅挑戰死亡，擁有第二次嘅青春？答案就要等下幾代科學家同埋社會一齊去見證啦。你又點睇呢？如果有機會，你會唔會都想成為冷凍人，等待日後重生嗰一日呢？不妨留言分享下你嘅諗法啦。我係無名，下次再會。